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今仔日要跟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咱做伙来看到，这就是“准”，读字韵准第二条。照古早大字字典解说讲，这个“准”本来就有平静的意思，嘛有许可的含义。咱讲是稳准、准过。若是无答应，咱讲唔准。顶时针对部下的请求，若有同意，咱讲是批准、核准。较早许可证，嘛有人讲是准单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稳准，意思就是许可、同意；第二个词读做批准，咱头前解说讲，就是针对到顶司对部下请求表示同意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阿明是出名听某喙大富贵，做任何代志拢需要经过因牵手稳准。有时阵，我爱写计划书，亲像是写公文同款，需要因家后批准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读做准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